位於台南市中西區的佳琪高中，周邊涵蓋郡王、竹溪、南門、開山、小西門及法華等6個里，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與人文特色。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下，透過實地踏查、資料收集、訪談及觀察，深入了解社區發展脈絡，並轉化為創意作品。這一次呢，我們主要帶領了3個班的同學，以環繞整個佳琪高中周邊的6個里為範圍，讓同學們進行探究與實作。所以呢，他們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展品，譬如說可能是繪本，可能是 podcast， 或者是 APP， 甚至是桌遊。那他們會先收集資料，然後定義問題，盡可能去做詮釋跟分析，再透過轉譯的方式，讓他們的作品被呈現出來。今年的古城巡禮成果展自5日起在佳琪高中一覽展出，展期長達2個半月。展覽結合地理、歷史與公民3大領域，共完成6個里35組探究作品，呈現學生對地方文化的深入觀察與思考。當地的居民其實大多都着重在就是休閒運動為主，比較不會注重在他們那邊的生態或者是觀察那方面，所以我們決定，利用一個網站，就是讓小朋友啦或是居民可以去學習那邊的生態知識。我們製作了一份互動式的行動地圖遊戲，那其中呢，除了有很詳細的像是動植物的科普以外呢，其中有包含許多任務小遊戲，像是有 QA 快問快答，或是也有要施魔法要親子一起完成的小遊戲，然後也有線上的互動式照片。我是比較負責就是拍攝植物，然後調查的部分。那这讓我學習到了，就是總結，就是濃縮那些資訊，然後加以使用的技巧。從郡王里的五妃廟，我們看到了五妃廟故事，五妃之死的故事，它其實存在着有一些不確定的地方。就是大眾可能對它有一些固有的偏見，那我們希望借由這個研究呢，還原五妃之死的可能性跟多元性。全文大概15000字，因為內容比較艱深，所以我們後續做了一個影片，影片是以研究報告作為主體來制作。影片的內容就是簡化了研究報告的內容，並讓它有動態感，更活潑一點。需要入門的人可以先觀看研究的影片。其實每一次在制作過程中很辛苦，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內容啊，或者是說時間上的不夠，或者是字數一直被退件等等的很多的問題。雖然很辛苦，但是我們一直秉持着說，希望可以把我們的一些多元的論點，然後去為五妃廟它本身可能比較負面的一些印象啊，或者是刻板的一些想法等等的，可以幫他們有一個新的出路，讓他们可以算是有一種跨越時代之後被洗刷這種負面印象的部分。展出作品形式多元，包含繪本、小誌、小論文、有聲書、雜誌、模型及桌遊等，不僅展現學生跨領域探究與實作能力，也透過互動展示，讓民眾從不同角度認識台南古城6里的文化底蘊，感受地方故事與城市發展的軌跡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